开吃！夫人，这位尉迟不仅是全国3大冠军，而且在海外当了几年雇佣兵，身手非常强悍。您考虑吗？还不够。夫人，这条周入口咬死了好几个驯兽师，你确定让他们上场？我要的不仅仅是身手不凡的强者，还必须要有连野兽都惧怕的兽性才行。带他来见我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他来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来？我知道你是云城首富陆老板的夫人，找我应该是为了保护你的丈夫。不，我要你杀了我的丈夫。我要你杀了我的丈夫。我需要知道原因。因为大小姐，老爷的追悼会要开始了。哲青怎么还没下来？你帮我招待一下，我去看看。是，大小姐。哲青，陆总，人都已经到楼下了，你还不下去啊？万一要是被您夫人知道了，可就不好了。专心点儿，就算被他发现又怎么样？我的事情他管不着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夫人，陆哲青，你答应过我吧？说这一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。闭嘴吧！你爸爸已经死了，沈氏现在是我的了，你别想再用他来压我。我到现在还愿意和你在人前扮演夫妻，已经够给你脸了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陆哲青，夫人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都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有什么吸引力呢？是个男人都不会选你，我劝你不要再自讨苦吃了，认命吧。我跟我老公说话，有你说话什么份儿？你敢打我？陆总，客人还在楼下等着您，为老爷起灵。知道了，赶紧把脸收上，一会儿要是让外人看出端倪，我饶不了你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大小姐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老爷车祸前几个月，我看见陆总给他买了一大笔意外险，受益人是他的名字。说什么？因为他该死。夫人为什么会找我？不怕我找陆老板告密吗？你不会的，因为你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妹妹，你当雇佣兵打黑拳，都是为了给你妹妹凑医药费吧？正巧我有钱，而你呢，有能力。我想不出你拒绝我的理由。
你敢调查我？你先调查我的不是吗？要不然你怎么会第一时间就知道我是云城首富陆哲清的夫人？我喜欢和聪明人合作，这单生意我接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记住，我不光要陆哲清死，我还要沈家的一切物归原主。玉芝，你杀了我的狗，作为补偿，我要你从今往后做我最忠诚的狗。而我呢，会帮你治好你妹妹的病。夫人，敢驯服我的人，要么是死人，要么是疯子。夫人是哪一个？一个被拔掉指甲、毫无锋刃的疯子。若夫人能驯服我，就会成为夫人手中最锋利的刀。夫人，第一份任务是什么？我要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带到这里。陆总，我这就下来了，您再等我一会儿嘛。效率这么高，看来我没有选错人。在他家解决晚饭耽误了点时间，夫人，需要我把他弄醒吗？怜香惜玉这种事，还是我来做比较好。谁啊？沈清微，沈清微，你放开我！陆总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先关心关心你能不能活着出去吧。我问你答。陆哲清最近不着家，在打什么算盘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告诉你？给过你机会了，谁让你不珍惜呢？沈清微，沈清微，沈清微，你要干什么？沈清微，不是，我说，陆总一直在查老董事长给您留下来的那笔基金，求求你放过我！夫人，用不着脏了自己的手。其实看着仇人生不如死的样子，更解恨。你说的对。我听说有一个地方叫 Happy Land， 很适合你，所以送你去见见世面。我不要，夫人，我求你放了我，夫人。夫人放心，不会有人能找到的。我不要。用你的小情人做打草惊蛇的投名状，陆哲清，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做得很好。你敢管我？
我可不希望我的金主短命。不让我抽，我就只能拿你撒气。你确定能够承受这后果？宋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宋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宋离，宋离！贱人，你敢让我等到现在？从今以后，你不用再来了。还真是薄情。你明天陪我去个地方。爸爸，如果早知道有一天陆哲清会害死你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不和他结婚。如果你知道你的乖女儿有一天会成为杀人凶手，你会不会失望？夫人，你只是拿回属于你的东西，没有人会失望，包括令尊。你成家了吗？没有。你有家人吗？我只有妹妹一个亲人。真好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记挂你的人，不像我。现在已经没有人记挂我了。夫人，你结婚这么久，没有孩子吗？他之前骗我说生孩子会痛，舍不得我受这种苦。现在想想，他是怕我生下孩子跟他分家产。夫人，我冒昧说一句，假如我是现在的你，我会第一时间和陆哲清离婚，拿着财产重新创办公司，抢走沈氏的生意，让陆哲清破产。其实我跟陆哲清早就离婚了。老婆，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离婚？哎呀，嘘，小声点，别让爸听到了。为什么离婚？是假离婚。我最近被对家公司设局，涉及一起经济犯罪，我怕万一没处理好的话，连累到你和沈氏就不好。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乖。那宋离说的那笔海外基金，难道就是夫人告诉陆哲清的？是，我之前告诉他的。我爸爸在婚前给我存了一笔海外基金，其实没多少，远没有我给他的钱多。可是他实在是太贪心了，总想把一切都……夫人，这大概就是你相信男人的下场。这么说来，你也是男人，你值得我信任。夫人，我只为钱服务，只要你一直有钱，我就永远值得你信任。那我得知道，找你值不值？只要有我在，你就永远不会出事。你务必说到做到。于先生，不好了，你妹妹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找到了吗？找，赶紧找！
想找到我，没门儿！哥，玉芝，你放开我，我不要住院了。听话，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接受治疗。玉芝，你是不是又去打黑拳了？不关你事。好，不关我事，那我死了也不关你事。吵死了！夫人，闭嘴，出去！夫人，夫人，出去！夫人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刚才不是想死吗？玉植现在不在这，去死！我要不要死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玉植现在是我的人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不是要死吗？我帮你。玉植有你这个拖油瓶，就不能专心给我卖命。你要是死了，他肯定也不想活着。救命！我不要死！到时候我就给他安排最危险的任务，一次不行就10次、100次、1000次，迟早让你们兄妹俩团聚。你这个疯子！我不要死，我要盯着你，不准伤害我哥。随便你，可惜今天没有看到尸体，真没意思。夫人，以我妹妹的性格，她通常不会这么听话。你是怎么把她劝回来的？想知道？你猜？好了，我得回去会会我亲爱的老公了。你待命吧。夫人，讨厌。你好香啊！站住！这几天你去哪儿了呀？我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找闺蜜陪我喝了几天酒。你不会介意吧？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啊？我说了，我心情不好，刚学的。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可以戒掉。我对你的不良嗜好没有兴趣。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宋秘书？我怎么会见到？这2天昏昏沉沉的。宋秘书怎么了？他失踪了。什么？失踪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你真的不知道？老公，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我承认我是讨厌宋秘书，但是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呀。而且我知道你宠爱他，怎么会做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呢？老公，我只有你了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要是还想继续过现在的生活，就乖乖的，懂吗？那我先上楼休息了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找出宋黎的下落。真可惜，无论你怎么查都查不到你的小情人去了哪儿。陆哲清，当你发现一向安分守己的妻子失了控，你又该如何回敬她？
陆总，我查了一整天都没能查到宋秘书的下落。不过什么？昨晚道长说，通往蒙兰岛的货船里突然多出个女人，听说那个女人身材样貌都很像宋秘书。难道是他？沈清微这个贱人可能已经不受控制了。你去派人把他除掉。是。怎么了？大小姐快跑啊！故意要对你下手了。想让我死，没那么容易。就这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医疗专家昨晚已经到了，也已经找到了适合移植的骨髓。过一阵子，我妹妹就能手术了。夫人，谢谢你。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，接下来该你兑现你的承诺。夫人，你那边出什么事了吗？现在旁边有2个人拿枪示意我停车，让我很不爽。夫人，你加速和他们保持距离，我马上就到。玉竹，以前你答应过我，只要你在，我就不会出事。这一次，我可是把命都交到你手上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夫人，相信我，我会比死神更快一点。你们是陆哲清派来的人吧？他给你们多少钱？我出10倍。夫人，陆总有话跟你讲。沈清微，你要是现在把那笔海外基金给交出来，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，我可以考虑留你。你是说跟你的竞争对手一样，突然精神失常，然后一辈子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刘一鸣，还不如死了。夫妻多年，你还真的了解我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开场发布会，宣布夫人沈清微车祸意外爆炸身亡，我悲痛欲绝，而你就安心走吧。夫人，你是自己上车，还是我帮你上车？还真是贴心啊！如果我说都不选，那我就把你弄死，再把你放车上，结局都一样。3，你说什么？啊！1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。你是谁？敢管我们的事儿？夫人，你站远点，免得被误伤。夫人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正好，把车炸了，就当我死在大火中。这些人随便怎么处理。夫人，一旦外界知道你死亡，那就意味着整个沈家的家产都要给陆志清了。暂时交给他保管，况且我不死，
陆哲清又怎么会露出破绽？好的，夫人。师兄，该见面了。夫人，已经准备好了。玉芝，你怕死吗？怕，但我更怕没能帮助夫人达成心愿之前就死。很好，那就动手。夫人，夫人，天快亮了，接下来你准备要去哪儿？去你家。I'm supernature 날 막아도 넘치는 에너지 natural 夫人稍等，我去开窗户透透气。不用，对于一个死人来说，还是适合待在这种环境里，苟延残喘。你敢不听我话？夫人，阴暗潮湿不适合你，晨光熹微下的人才最美。训犬师曾教过我，训犬时如果犬不听话，一定要及时给巴掌，否则就会蹬鼻子上来。我喜欢你这个眼神，记住这种感觉。哥，前几天跟你来医院那个疯女人，是不是首富陆志清的夫人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现在陆总正在开新闻发布会，全网直播，说陆总夫人意外身亡。哥，她真的死了吗？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你好好养病。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陆夫人死了？真的假的？有人做绝？老婆，如果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。等老公安排好一切，就去找你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存在下去了。看到陆总对王琦的表白，我觉得我又相信爱情了。夫人，你要给谁打电话？好感动，我也想有真爱。怎么回事？那个贱女人不是死了吗？发生什么了？陆总表情不对啊，感觉要发生大事啊！夫人，你不担心陆哲清知道你没死吗？那几个杀手还活着吗？那用这只手接的就不是我，懂？老公，既然你这么想我，不如就下来陪我。老公，我一个人真的好孤单，我好想有人抱抱我。老公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难道你害怕别人知道是你杀了我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？陆总，现在可是在直播，陆总。为什么？给我关了！别拍了！陆总，别说两句了。陆总，查，究竟是谁在用他的手机搞恶作剧？必须给我揪出来！是。老公，你为我假哭的样子真让人作呕，还是让大家看看你最真实的样子，才最赏心悦目。夫人，手机和晚餐都准备好了，你现在用吗？哼。
哦，我换洗衣服没有带，借你的一件先穿着。夫人，我的衣服你穿着不合适，我去拿我妹妹的衣服给你穿。站住！玉芝，我美吗？夫人，很美。乖孩子，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什么？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替我做事，不要被任何东西迷惑，包括女人的美貌。夫人放心，这点职业操守我还是有。这么不经斗，给我吹头发。耐心还挺好，要是改改你的臭脾气，应该很招女孩子喜欢。夫人，谈恋爱我没兴趣。你谈过吗？没谈过，你怎么知道你有兴趣呢？干了。我来找轻微，让开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哎呀，我的好师妹啊，你怎么住在这种又脏又小的地方？还有你这身衣服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也太委屈自己了。师兄这是嫌弃我了？啊，没有，能和师妹合作那是我的荣幸。你们出去吧，我和轻微有事情单独聊聊。让你出去没听见吗？他只听我的，你先出去吧。在路上啊，秦助理跟我说了大概情况，师妹你的计划我都知道，但是不够周密。师兄觉得哪里有问题啊？你新招的那个保镖，我们既不了解他的底细，也没有拿捏他的软肋，这万一到时候反水了怎么办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他是不是有一个身患重病的妹妹在你手上？所以让他妹妹半死不活最好。哎，像他们这种卑劣的货色，能被我们利用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师妹如果嫌脏了手，可以。所以师兄是想让我成为第二个陆哲清？师妹别生气啊，开玩笑的。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。如果我真成为那种人，师兄你还敢跟我合作？哎，师妹。所以让他妹妹半死不活最好。不让我抽烟，自己反倒抽上了，难道不知道二手烟的危害最大吗？
想妹妹了，给你2天假，去医院好好陪陪她。没必要，早点完成夫人的任务最要紧。任务？哦，你是偷听到了我跟周瑾的对话，所以躲着我？没有，时间不早了，夫人早点休息。你妹妹正在调整身体，等符合手术指征，就可以做手术了。夫人，你宁愿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，也不相信我。这么不幸，抱歉。我找周瑾合作，是为了给陆哲清做局。他一直觉得我手里握有大笔的遗产，我就是要用周瑾的身份坐实他的想法。他不起贪念，我就没有胜算。但是我这个办法太过于冒险，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成功，能不能活着，全靠你。说起来，你还是我的保命王牌。夫人，你不会后悔选择我。离计划启动还有4天，我真的很讨厌被人用枪指着的感觉，所以正好这几天，你教教我怎么用枪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不是不能出门吗？难道不是？夫人，注意力要集中，手不要抖。你怎么确定是我在抖，而不是你攥得太紧？夫人，要像狼一样紧紧盯着你的猎物，这样才能百发百中。好，我试试。夫人进步很快，只可惜现在的程度只够让人受伤，却无法致命。那就够了，因为你会替我补上最后一枪。确实。杀手收完黑钱还不够，还要拿沈清微的电话发短信来敲诈我，这就是你找的人？陆总，我已经找人处理掉他们了，绝对不会再有下次。网上把我师太的照片传得沸沸扬扬，上了几10次热搜，公司市值蒸发了几10亿，害我为了稳定股东，提前发了上百亿的分红。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？拿过来啊！哦，喂，是陆总吗？哪位？我是清微基金会的理事主席周瑾。得知沈清微女士离世的消息，那她名下的财产基金也应由陆总继承。不知陆总最近有没有空，我们签署一下转让协议啊？有空，有空啊，周总。那咱们约在周日云城，如何？好，那就周日见。好嘞，咱们周日见。师妹，陆哲清已经同意明晚签约了。很好，人在冷静的情况下难以攻击，但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，尤其是在一个吝啬鬼的眼中，唾手可得的财富化为乌有，一定能让他难以冷静。到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夫人，需要我做什么？
明天你隐瞒身份去酒会现场，以免陆哲清愤怒过头，狗急跳墙。礼服给你准备好了，还有工资卡。怎么？工资卡，我希望夫人替我保管。为什么要我给你保管？生死有命，假如哪天我遭遇不测，这钱我希望夫人能给我妹妹，我也相信夫人一定会给到她的。好，我帮你保管。明天我也把我交给你。陆总，查到了，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周姐，真实身份是浪莎集团的二公子，家族身价上千亿。只不过他们家族一直在海外发展，也难怪我们找不到基金的下落。我就知道沈家的家产不止我手上的这些，能让千亿豪门的贵公子亲自打理，老爷子留给沈清妃的一定不是个小数。陆总，现在怎么办？立刻去举办接风宴会，邀请全城的豪门，还有记者，让记者拍下签约的全过程。我要把股价、名声一次性拿回来。是。周少，咱们先去下榻的酒店，我为您准备了接风酒会。怎么这么大张旗鼓啊？周少，不瞒您说，这段时间我接连遭受打击，公司的股价又在下降。如果能够公开继承一笔遗产的话，我对公司非常的有帮助。清微离开还没出7日，你又是大办酒会，又是着急继承资产的，在你心里钱是不是比清微还重要？周少，你消消气。这些日子，先是岳父出事，然后清微又……我每天只能守在空荡荡的家里，没有一晚上是可以安睡的。沈叔叔离世的时候，我就想回国，我赶紧整理基金资产，想着回来以后把一切都交给清微。可是我还没整理好，清微他也……老头子这是给沈清微留了多少钱？竟然整理了快半个月。周少，现在沈氏动荡，我今晚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稳住沈氏的家业，请您相信我。陆总，刚刚是我误会你了，一切都按陆总说的办。玉植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帅？没有，夫人是第一个。抬头。夫人今天也很美。既然是死而复生的惊喜，那就要美得惊心动魄。瞧瞧，咱们男主角登场了，陆哲清，你终于来了。突然来了兴致，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就赌他看见我会惊喜，还是会害怕。那赌注是什么？谁输了，就答应对方一件事。我赌他会害怕。那我赌他会惊喜。诸位，今天我代表逝去的沈清微女士，将其名下所有基金全部转让给陆哲清先生。陆先生，请在协议上签字吧。诸位，我知道现在网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我和我夫人关系的不实言论。其实我不想去辩解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让你们重伤的。
他走了，给我留了这么多遗产，我有什么用？我宁愿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让他回来。陆总，您别太伤心了，请节哀，节哀。但是我不能让我夫人的资产流失，所以我必须签这个转让协议。我宣布，我要拿出2个亿，以我夫人沈清微的名义创立慈善基金会。老公，没想到你对我这么深情，但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独自下地狱？老公，我活着，你开不开心？我太高兴了！你怎么没死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你有求于人的态度吗？我知道你很想杀我，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手的话，你就不怕你精心塑造的人设崩塌？怎么会呢？你能够回来，我很惊喜。陆夫人，陆总刚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宣布了您的死讯。今晚您又奇迹般的复生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我说是我老公买凶杀人，结果我命大没死，你们信吗？这买凶杀人？开个玩笑，大家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刚刚夫人和陆总久别重逢，第一时间就互相拥抱彼此，二位私下感情也一定很好吧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我跟我老公特别相爱，爱得要死，对不对，老公？当然了，我很爱你。但是夫人没事的话，那刚刚陆总为什么什么也不知道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不久我出了车祸，被好心人送去了医院，这2天才苏醒过来。结果我老公误以为我失踪离世，这才搞出了这个乌龙。抱歉，希望大家见谅。这贱人竟然会替我说话！周师兄，既然我现在没有死，那我爸爸的这笔基金继承权，当然应该由你继承。那这笔钱我准备重新建立一个公司，一切向沈氏看齐，直到彻底毁掉你，取代你。师兄，你去停车场等我吧。又是假死又是重生，你花这么多心思做这么多戏给我看，究竟在谋划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遗产。啊，对了，网络上传言我的死跟你有关，你猜这些消息是谁放出去的？网络上的无稽之谈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很爱你？老老实实跟我回家，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装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爸的死跟你有关。看来我还是平日里对你太好了，今天我就好好的教训你。李晨，松手！夫人，他要怎么处理？沈清微，让你的狗松手！痛！痛啊！现在知道疼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。可惜，让你这么轻松的去死，太便宜你了。别见血。是，夫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云城首富。
审计费能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！不，我给你10倍，10倍！钱不是什么都能买的，更何况你的钱，我嫌脏。陆哲清，好好珍惜你为数不多的时日吧。赌友，我赢了，我要你无条件答应我一件事。没有想到他这么能演。你见过有人性的禽兽吗？夫人，那我要做什么？先攒着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这俩人是在打情骂俏吗？师妹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既然已经摊牌，那就得搞点大动作。师兄，你先收购云城的几个头部商场，然后跟沈氏抢生意，要让陆哲清对我手里的钱念念不忘才行。陆总，人家想要这个限量款的包包啊！要是今晚上你能让我开心，这一整面墙的限量款就都是你的。真的？那今晚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啊。刷卡啊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您这张卡被锁定，无法消费。怎么可能？没钱你装什么阔少啊？浪费老娘的时间！你故意给我难看是不是？找死啊！堂堂云城首富，居然跟一个柜员过不去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老板，沈清微，你别以为带着条狗在旁边我就会怕，把我惹急了，到时候我送你全家团聚。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啊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哎，忘记告诉你了，这几天我一不小心就收购了几个云城的大商场，顺便也封了你的黑卡，把你拉入了黑名单。以后要是还想钓妹炫富，建议你网购，否则再出现这种事情，我可帮不了你善后。沈清微，这个颜色跟你还蛮搭的，送你了。怎么还不走？难道前夫哥要帮我付款？陆总，没想到对我们公司的收购案，竟然惊动到您亲自来谈判。陈总，咱们就长话短说，因为我还有旧城土地拍卖的项目要忙，想卖多少，开个价。陆总，您别着急，还有个老板马上就到，我总得看一下您二位的出价，我才能决定吧。陈旭，你敢耍我？做生意嘛，大姐，本来就是利益至上。耍你怎么了？陈总，你也是商场老，你觉得一个女人配合沈氏竞争吗？陆总，不要怪我说话难听。沈氏现在的现金恐怕还没我手上资金多。我有钱，做什么都行。陈旭，你好好想清楚，公司应该卖给谁？再说了，你应该知道得罪沈氏的后果是什么。陆总的谈判风格真的好幽默。陈总，我的出价规则很简单，无论沈氏出多少，我都多出5%。谁的诚意更足，显而易见。沈总，从今天起，
南港集团是您的了，恭喜。沈清微，我们走着瞧。那我们也走吧，走。各位叔叔，要是在沈氏待的不开心，可以来找我，我保证你们比现在赚的更多。想走可以啊，掂量掂量自己的命够不够大。当时就差几分钟，沈清微这个贱人手上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了，哪至于现在到处被他羞辱？陆总，夫人最近到处收购产业，恐怕手里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不过他既然到处坏我好事，过几天的旧城土地拍卖会他也肯定会过，到时候把他控制住，他不就任我摆布了？明白。陆哲清竟然会放任你收购南港集团，师妹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沈氏最近的精力都放在旧城土地的拍卖上，现金流不能乱动，所以陆哲清才会一次次的容忍我的挑衅。不过这些都是小打小闹，还不足以让陆哲清失去理智。难道你还想参与竞拍？师妹，支付完今天的收购费用，你名下的基金就只剩几千万了。这点钱可是连拍卖会的门都进不去啊！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和周伯父联系。沈清微，我帮你，你算计我，你还想拉我整个周家下水？阴门！现在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难道你不知道？你个贱人！再说一遍试试。放手！夫人，要我杀了他？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谁？这么肆无忌惮，容易惹祸上身吗？能让我记得的人，只有夫人。放手！放手！神经病！我不喜欢你失控的样子。手下可以借给你100亿，但期限是1个月，必须归还，并且月息10%。周伯父，您放心，1个月后我会1分不少的还给周家。届时若是不还，可别怪我不讲情义。夫人，你运气真好，又一次赌赢了。运气好。其实我在结婚之前，沈周两家的生意一直是我在打理，这是他们欠我。说笑了。成都那块地有项目，哎，这不就是陆太太吗？哎呦，真是漂亮啊！不是都说她跟陆总感情好，伉俪情深吗？见别人照顾都不打他。这要是感情好啊，陆夫人会在拿到遗产的第一时间和陆总分家吗？依我看呢，沈氏集团草莓自己人了，还不如直接改名陆氏集团。让他过来吧。沈清微，收手吧。你搞的这些过家家的小把戏，你没腻，我都已经看腻了。陆总说的对，
这些小打小闹，我确实也腻了。要不，陆总陪我玩把大的？我知道那笔资金是你的底牌，但你只是暂时保管，他们迟早会回到我的口袋里的。请各位贵宾入座。来，我宣布，云城旧城土地拍卖现在正式起拍，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万，请各位竞拍。2亿、5亿、15亿、 15亿，还有更高的吗25亿。呀，这么高啊，这么多呀？25亿第一次，25亿第二次，25亿第30亿。真抱歉啊，陆总，这块地我势在必得呢。 35亿，我就不信你还能跟得起。看来陆总对我的实力有所顾忌。50亿，这块地的商业价值最多100个亿，现在拿地就花掉50个亿，这明显是赔本赚吆喝呀！陆夫人继承了遗产之后啊，是财大气粗啊，看来啊，陆总啊要折在他身上了。老公，看来你现在没钱跟我争了，那这块地我可就笑纳了哟。想得美！60亿、 80亿。啊，陆总，你先冷静，这个项目先让给夫人啊。反正过了今晚，他的一切都是咱们的。 80亿第一次，我看这80亿第二次，总那边跟不上。 80亿第3次，80亿成交！恭喜南港集团沈总竞拍成功，恭喜！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是。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哎，沈总，请留步，我这边有个新项目，不知道沈总有没有兴趣？说来听听。来，我们借一个说。沈总，这边请。玉池，不好意思，让开。热一下，热一下，热一下！该死了，不不见了。我说过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开车。那是陆哲清的车子，难道师妹是被他带走了？玉芝，难道你想一个人去救师妹吗？这是咱们得从长计议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一个人去就够了。放心，我会把夫人带出来的。才抢了你一个项目，就狗急跳墙，这么玩不起？你不会真的觉得你搞的这些小动作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吧？没有影响的话，你怎么不跑？我看你全身上下最硬的就是这张嘴。贱人，惹怒我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有过好下场。不过看在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我要给你个机会，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无偿的转让给我，然后从此不许离开这个家半步。我要是不签，这瓶药里混合了高浓度的迷情药，
你要是不签的话，明天的新闻头条就会是你和10几个男人乱搞的视频。我会保证让你生不如死。陆哲清，你只会用这种见不得光的下作手段。我不会签的，随便你怎么做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还有人能来救你出去吗？别想了，一辈子待在这儿吗？是吗？哎呦，陆总，夫人的保镖一个人闯进来了。一个人啊？那就让他死在这儿吧。好。贱人，让你生不如死！雨之，别逃了！夫人，我现在带你回家。别拍了，在这等着，我去看一下。陆总，你醒醒啊！陆总，出什么事了？封锁别墅，别让他们2个人跑了。夫人，你再忍忍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封锁别墅，把人给我找出来！我一定安稳把你带出去。带我去房间，快！夫人，我去拿水。夫人，夫人冷静。只让这场风暴一次来袭，别让失落伤心。我不想分了，我不想夫人，你别碰我！听都别提，当我再发生头也可以消毒。许愿愿变成水，在我走些跟没人在意世界。陆总，这边全搜遍了，没找到，那就只有这里了。这回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人呢？人呢？陆总，不好了！那个男人带着夫人冲出了别墅，他走了。一群粪土！立刻通知云城所有医院，务必抓到他们2个人。是。今晚的事情不允许传出半个字，否则……走。雨之，还有多久？把人给我找出来，一间间搜。柜子后面有一个按钮，有密道可以直通外面。玉芝，夫人，你再忍忍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不能去医院，回家。
夫人，你好一点了吗？原来再也不用见，不用变，与我背后的危险，真的再也不用。哪里有响？里面有镇定剂，帮我拿过来。 我自己来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行了。 夫人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睡在你的床上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警局。报案。全城搜捕沈清微的行踪，我就不信这个贱人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？是。陆哲清，你涉嫌使用违禁药品猥亵妇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不是。 什么意思啊？走，我放开我！走。不是要扳倒我吗？怎么报警了？玩不起是不是？先玩不起的是你吧？ 拍卖会竞争不过我，就绑架我，给我下药，这2项罪名，够判你几年了。那又如何呢？我很快就能够假释出狱了。陆总，网上现在都是你被抓的负面新闻，我也宣布了跟你离婚，沈氏股价应声跌停，你的处境可不大妙。 你别得意啊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哇哦，我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。沈氏集团的资金不多了吧？我没有算错的话，你为了稳定公司内部，提前给股东们分红，公司账户上能动用的流动资金也就剩200亿了吧？ 沈清微，我承认我以前低估你了，但沈氏是你爸爸一辈子的心血，你不会让沈氏破产的，对不对？陆哲清，你自以为掌控到我的死穴，却不知我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夺回沈氏，而是为了毁了他。你笑什么？笑你蠢！沈清微，坐下，安分点。 等我从这里出去了，我要你好看！别犬吠了，事事都不如我的，手下败将。哦，对了，你被关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，我一定会好好利用的。等你假释出狱后，可别惊喜过头喽。师妹，这几天我已经把沈氏集团大半的高管都挖过来了，每个人都按照你的吩咐，暂时转移到了国外。
光是挖人还不够，陆哲清还有3天就假释了，只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。想搞大动作都需要钱，可是我们账户上已经没有多少资金了。看来只能打那块地的主意了。师兄，你有认识能源行业的老总吗？我倒是认识一个做中东生意的能源大亨，恰好这几天他在云城出差。不过他向来利益至上，拿下他不容易。我这个人就喜欢迎难而上。师兄，你打听一下那个人的行程。师妹，他在203号房间，身穿深蓝色西装，兴趣爱好是……我不需要知道那么详细，我要把初次见面当做一场美妙秀，这样才能在谈判中稳占上风。他出来了，该我上场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。你是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我要是不放呢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个脾气。石绿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真的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来。霍家在去国外发展之前，一直在云城和沈家做邻居，他们俩是从小相识的，青梅竹马。后来霍家全部搬去国外，没勇气，连句喜欢也说不出口。所以，请问，你今天故意创造跟我邂逅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复仇，石绿哥，我要向陆哲清复仇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可以收购沈氏集团，然后再送还给你。收购沈氏，至少要几千亿。石绿哥好大的手，该不是想要包养我吧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当然可以这样说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喜欢你，这一点可一直都没变。那石绿哥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也喜欢自己。石绿哥，你给的条件固然很诱人，但是女人不可以沉迷于男人的糖衣炮弹，清醒、独立，掌控自己的人生，这才是我现在想要追求的。你变了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你当时可是为了陆哲清放弃一切事业的人。人都是会变的，以前以为爱情是生命的全部，结果现实给了我重重一击以后，才发现为了爱情放弃一切有多么可笑。你需要多少钱？单说无妨。
石绿哥，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我只需要借用你段时间即可。取消我接下来1个月所有行程，1个月空档，够你用吗？够，当然够。石绿哥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迷人？你要是再这样啊，我就要被钉出2个洞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个小帅哥面色不善，等了你很久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明天中午我们再细聊。夫人，霍总答应你的条件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明天中午详谈后面的事。那你和他……喂，石绿哥，怎么了？请问，我让秘书挑了几家店，有法餐、中餐等菜系，你看看想吃哪一家？哎，玉池，你觉得吃哪家比较合适啊？夫人喜欢吃辣的，可以选川菜馆。也可以，不过我记得石绿哥你不能吃辣，那就法餐吧。好，那你可要记得定好起床闹钟，可不要再睡过头了，忘了我们的约会哦。好，拜拜。你刚刚有什么想问的？没什么。明天放你1天假，专家说你妹妹的指标恢复的差不多，过几天就可以开始手术了，去陪陪她。他是想和那个姓霍的单独去约会吗？不必了，夫人。我今晚会去看我妹妹，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，毕竟我拿钱办事，必须保护好你的安全。行吧，随你。来了，石绿哥，这次我可没有迟到，是你早到。没办法啊，想早点见到你。你先下去吧。这是……你尝尝。这是中学门口甜品店的巧克力。那家店老板不是早就闭店退休了吗？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打听到老板在国外旅居，我就派私人飞机把他们接回云城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石绿哥，这个甜品很美味，可是我早就不是小时候的我了，这个味道容易蛊惑我忘记目标。这些年看你过得不怎么开心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我手里有块地，我希望石绿哥可以对外宣传这块地发现了稀有矿产，并且我和你已经达成合作。你是让我给陆哲清做局？没错。我拒绝，这违背了我做生意的原则。我霍石绿绝不做欺骗行为。如果只是需要去现场勘察一圈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或许效果是一样。如果不违背原则，当然没问题。石绿哥还是那个石绿哥，而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。夫人不要忘了答应过我什么？夫人不要忘了答应过我什么？
而且当着外人的面抽烟，不礼貌。哦，我什么时候成外人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孩子呢，只是比较注重我的身体健康，不用在意。我很好奇，你们两人的关系。我和夫人什么关系？不需要向霍先生解释。可以解释，单纯的雇佣关系。石律官，我不需要你违背任何原则，只需要你到时候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保持沉默即可。到时候这块地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谢礼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。合作愉快。夫人，我有个东西落在店里了，你稍微等我一下。取个东西怎么这么久？夫人，送我的？怎么会突然送我花？我觉得这花更适合夫人。谢谢。比起玫瑰，我是更喜欢向日葵，因为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，但绝对忠诚的爱。陆总，怎么了？陆总，你说话呀！怎么了？我才走了几天，公司的高层都被沈清微挖走了70%。也不知道沈清微开出什么价码，现在公司骨干全部被挖走，所有业务停摆，上上下下全乱了套。那他们人呢？把他们叫回来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背叛的后果。陆总，他们现在全部都在国外度假，哪怕我们想报复，也是鞭长莫及啊！沈清微这个贱人，我要他死！陆总，你现在还在假释期间，一切都在警方的监控之下，千万不要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那就把沈清微名下的资产全部强行收购，撑死了也就几百亿，我们沈氏出得起。这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哟，这不是陆总吗？什么妖风把您吹到这儿来？沈清微，我真的是低估你了。我不在的这几天，你不光把沈氏搅得天翻地覆，还从那块破地挖到矿。你真的是走狗屎运！运气这个东西嘛，你亏我赢，我能有今天，还要感谢陆总住监狱，换我是你。要是陆总能去自首，把所有罪行都交代了，我说不定能一夜成为女首富。沈清微，你记住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我宣布，我以沈氏集团董事长的名义，出资800亿，收购你名下所有的公司以及财产。沈清微，毫不出你的掌控。陆哲清，真正被掌控的人是你。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狱。陆总，你还真是人穷气短，这点钱还想收购我的产业，你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。沈清微，
800亿收购你所有的资产，简直绰绰有余。眼高手低的事情，我劝你少干。陆总，你难道没有看到我跟霍时律已经合作了吗？你觉得我现在还瞧得上你这点小气？贱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你真的是不知廉耻。你要是不会说话，那你这张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我怎么拉来的投资，跟陆总你无关了。别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把旧城的土地让给我，怎么会有今天呢？你别太得意了，我真的好后悔呀。是后悔跟我离婚，还是后悔没能杀了我？按照如今这情形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我劝陆总呢，还是先准备好最昂贵的保险金吧。那看来就是不死不休了。沈清微，我们走着瞧。夫人，你说陆哲清会不会知难而退？你知道男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男人总是喜欢征服强势的女人，让她们失去双脚，攀附于他，然后毁了他。陆哲清跟我之间隔着杀父之仇，我对收购表现得越是急迫，他越会生疑。夫人，还真是了解男人啊。陆哲清从我手上抢来，我会连皮带血吞。陆总，收购的成本太高，我们要不要就此收手？谁说要收手了？走，去见见我们的合作伙伴。周少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？我做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晦气！没想到表面风光的周少，背地里居然是个亏男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可悲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周少替沈清微打理基金这么多年，鞍前马后，难道不就是喜欢她吗？结果她一转头上了别的男人的床，甘心吗？周少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，我需要你给我提供沈清微产业的秘，帮我达成收购。事成之后，我把沈清微绑好，送到周少的床上。我的这位前夫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择手段。夫人，周瑾要是选择出卖我们，我可以出去做点。不急。陆哲清，你和沈清微也做了10多年夫妻了，你这么对她，不怕遭天谴吗？周少是富家子弟，没有尝过穷的滋味，但是我不一样，只有钱能够让我开心。女人不过是件衣服罢了，旧了还可以换新。你的承诺算数吗？当然了。好，我可以和你合作，
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沈清微到底有多少钱。沈清微这个贱人居然敢骗我！他手上居然有这么多钱！沈伯父留给他的基金有500多亿，本来花了100多亿，但是他的地发现了稀有矿产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能让霍时律准备给他注资1000亿。除了高大上床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对了，那块地已经探明的总储量有多少啊？只是前期探查，我也是偷听他和霍时律的对话才知道，光是前期查明就值3000多亿。3000多亿！陆总，您说有没有可能，这一切都是夫人在故意给我们设局？不可能，她沈清微就是个家庭主妇，她绝对没有这个脑子。而且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回沈氏，做这种局会毁掉沈氏，她不会这么做的。那陆总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变卖我所有的资产，趁沈清微现在立足未稳，不惜一切也要达成收购。是。师兄，你的演技真是出神入化呀！还是师妹导的好，没想到陆哲清跟你说的一样，会第一时间来找我打探消息。夫人，这是你一早就算计好的？当然。师妹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你就不用和我们这边接触了，全身心的投靠在陆哲清那边。师兄，我相信你可以随机应变吧。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明明已经到了可以收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要等？不是我在等，是陆哲清在等。他要等我走投无路，众叛亲离，深陷泥潭，再也无力自拔，才会乖乖就范青子。看来一切都在师妹的掌控之中，那我就做好我的本分。不过刚刚就不怕我一时嫉妒之下把真相全都告诉陆哲清？我也不会给你背叛的机会。唉，夫人，有我的任务吗？与你无关，你不必参与。夫人，可是我想……玉直，服从命令。夫人，你是不信任我吗？石绿哥，你最近一直待在云城，公司那边不会出事吗？如果我只是离开一段时间，公司就会出问题，那我重金聘请的高管真就是废物。石绿哥，你自信的样子真的好有魅力。啊，抱歉，失陪一下。好。没人告诉你，身为一个保镖，最关键的就是不要碍眼，更不要滋生一些不该有的想法。我只需要考虑夫人的安危，别人的感受，我不需要在乎。玉芷，你该不会以为你真的有希望吧？信不信，在我和你之间，他只会选择我。那可以试试。怎么了？大小姐，不好了！旧城那块地，原先的住户听说发现矿产，现在全部堵在公司楼下抗议，要求我们进行2次赔偿，还有去工地堵门的，把霍总的手下都打伤了好几个。什么？陆哲清还真是不择手段，等我回来处理。抱歉啊，石绿哥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夫人，我不放心你。石绿哥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回去处理一下。你讨了货就想走？沈清微，你耍我！抱歉，霍总，工地上的事我会妥善解决的，请你
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解决。你想怎么解决啊？师兄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就这样背叛我？平时把我当舔狗，遇到更好的就把我冷藏，这就是你待我不薄？沈总，不给我介绍介绍几位？霍总，我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陆哲清，也是清微的前夫。沈总，你手段还真是了得，身边除了一个随时随地跟着的小白脸以外，连前夫都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。怎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好了？霍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在这里的。沈清微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你太势利！闭嘴！我不准你这么说夫人。玉芝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天天像条狗一样跟在沈清微身后，恐怕你们早就不清不楚了吧？再这么污蔑夫人，来呀，怕你不成？玉芝，好，沈总，你还真是魅力不减。你到底在外面还有多少男人是我不知道？霍总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会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开的，求你不要放弃我跟你的合作，好吗？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女人。今天的闹剧在我下次，后果自负。霍总，夫人，没事吧？霍总，沈氏集团无论是从背景上还是财力上，都数十倍的强于他们南国集团，不如考虑考虑与我们合作。陆总，你还真是会见缝插针啊！好，在商言商，只要你手里有能源矿产，我们就能合作。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，那就等你有了再找我。石绿哥，石绿哥，霍总，霍总，霍总。陆哲清，你满意了？沈清微，你就算傍上霍石绿的诱惑，强龙也压不住地头蛇。我在云城苦心经营多年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陆哲清，今天的仇我一定会报。你的底细我知道得清楚，你不就是靠着背后的霍石绿？等我和他合作上了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想要什么？还是说过啊，不过这回我出价1200。1200。我虽然没有做过生意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光我手上一矿就不止这个价。那你想要多少2500，怎么样？你出得起？2500亿，怎么样？你出得起？2500亿，沈清微，你还真的是会狮子大开口啊！光是这个价格，我也只会犹豫个几分钟，而且我卖给谁都不会卖给你的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到底哪里来的底气？毕竟我是个女人，讨好霍石绿的手段有很多。如果有一天我上位了，我一定会亲手把你送进地狱。那只能让你失望，因为我这种人，最后一定会上天堂的。陆哲清，你忘了，通往天堂的路，我们是死路。夫人，比起周瑾，我的演技怎么样？反应还挺快，演技嘛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那就是还得再努力。
陆总，收购的成本太高，还是及时收手为妙。我同意，陆总，咱再考虑考虑吧。可是你们不要忘了，这座矿的开发潜力巨大，如果买下来之后还能和霍实力一起合作，这就是稳赚不赔的嘛。话虽如此，可陆总，哪怕现在把你名下资产全换成现金，短时间我们也难凑出2000亿，更何况是2500亿了。陆总，我可以把我的资产全部抵押，然后借给陆总，砸锅卖铁，我也要帮你打赢这一场。我一定要让沈清微后悔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去银行借贷，这次一定要把它拿下。陈总，里面请。石绿哥，你这几天怎么躲着我？狗皮膏药。陈总，我们换个地方聊。石绿哥，那霍总，咱们过2天再谈吧。好。石绿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，以后我身边只有你一个人。只要你不抛弃我，只要你不舍弃我跟你的合作，就冲你几句不知真假的话，就想让我改变主意，凭什么？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可以嫁给你。夫人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这没你的事，出去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提议不错，我确实有点心动。霍总，我劝您三思。把沈清微这种残花败柳娶进家门，连我都替您感到惋惜啊！你说什么？石绿哥，陆哲清就是在陷害我，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。究竟是谁在胡言乱语啊？霍总，您难道真的不想知道沈清微背着您做了什么事情？陆哲清，这里不欢迎。玉芝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住手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他到底在背后对我做了什么？那就得问问他身边的这位保镖了。在沈清微中了春药的那天晚上，他们2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沈清微中了春药的那天晚上，他们2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那我问你，你被玉植救出去之后，并没有去医院，那天晚上你最后究竟是怎么解的毒？霍总，他与他身边的这位保镖关系匪浅，娶她进家门，我怕您头上长草啊！沈清微，他说的是真是假？当然是假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玉植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和夫人是清白的。要想让我相信你俩没有关系，很简单，你现在把他给开除，我就相信你俩是清白的。夫人，你真的要解雇我吗？没听见石绿哥说的话？你被解雇了，出去。不，我不走。夫人，我要保护你。玉芝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我花钱雇的一条狗，我让你雇，你就乖乖的雇。看到了吗，玉芝？这个就是现实。你再能打又能怎么样？遇到真正的权贵，你还真的只是一条。石绿哥，你现在相信我了吧？做得不错，可只有这些还不够。来，坐这儿，陪我喝酒。
陪你喝可以啊，你能不能让这些人都离开啊？然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怕丢人，那就算了。16哥，好，我喝，我赔。做什么？我已经被解雇了，我做什么都跟你无关。让开！你不是想让人陪你喝酒吗？我来。你不是想让人陪你喝酒吗？我来。你疯了！沈清卫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你还说你俩没关系？从今天起，我俩的合作结束了。16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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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6哥！玉芝，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吗？夫人，精彩，好精彩！沈清薇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和我作对。现在忙忙碌碌，到头来就是一场空。走投无路的滋味，感觉如何呢？陆哲清，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清醒了吗？我是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跟我作对？现在你唯一的路就是把你所有的资产全部卖给我，然后趁霍时律展开报复之前，带着你所有的钱远走高飞，不然你真的会死得很难看的。2500亿，少1分，我把矿炸。1分1厘都不会留给你。就2500亿。好了，签字。现在就打工。你放心，一个子儿都不会少。拿款。得罪了霍时律，还想离开云城，让你高兴几天，这笔钱早晚还得回到我手上。住手！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小姐，钱刚刚已经到账了。计划这么久，终于成功。按计划，连夜把资金转出去。接下来，就该是你陆哲清的噩梦。玉芝，醒醒！玉芝，玉芝，酒量这么差，还敢给我挡酒？不过多亏了你，才让这场戏的效果这么好。
谢谢你啊，小傻瓜。慢点，慢点。夫人，不要让我走。你真的害怕离开我吗？你醉了。夫人，我没醉，我很清楚我想做什么。平时冷冰冰的一个人，醉还蛮可爱的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夫人，我想把你的嘴堵住。你为什么想把我的嘴给堵住？因为堵住夫人的嘴，夫人就不能说出其他男人的名字了。为什么不想让我说其他男人的名字啊？你怎么这么霸道？月池，为什么不想让我说其他男人的名字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可就走了。走了。夫人，我喜欢你，喜欢到只想让你眼里只有我。那你怎么证明你喜欢我？醒来后挽留你跳舞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装作，抓紧我背领路。夫人，抱歉，我昨天喝多了，是你把我送过来的吗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啊？夫人，昨天的事儿成功了吗？托你跟石绿哥的福，陆哲清已经有毒了。祝我夫人。表情这么严肃干嘛？不替我感到高兴？当然高兴，只是夫人，你的心愿达成，我还能用什么理由留在你身边呢？月池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今天走不到这儿。既然夫人这么感谢我，那我是不是该找你要点谢礼？确实该给，可是我昨晚已经给了呀，还弄得我腰酸背痛。那你应该给我什么谢礼啊？我昨晚有做什么吗？不记得算了。夫人，昨晚我真的有做什么吗？没时间闲聊了，再晚就来不及看陆哲清的好戏了。沈清微这个贱人还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拿着钱远走高飞，殊不知我早就让人把他的行踪透露给媒体了。这么便宜的傻子，我真的不会遭天谴吗？周少，你说什么？啊，陆总，连我都有点心疼你啊。什么意思啊？陆总，我刚才查了下流水，发现南港集团账户上不仅1分钱都没有，而且还欠了很多债，这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周瑾，你不是说沈清微起码还有100多亿吗？为什么这账上1分钱都没有，还倒欠几百亿啊？陆总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？简单来说，
就是沈清微骗你用2000多亿买了个空壳公司，而且这家公司还欠我周家100多亿，这笔钱也要你来还。不可能，周瑾，你为什么要耍我？当然是因为周瑾从始至终都是我的人，是我一直在耍你。陆总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吗？沈清微，你一开始就和他串通好了，让我以为你俩不和，然后让他潜伏在我身边。陆总，你真是好聪明，可惜，要是早点看透，也不至于有今天。沈清微，我承认你有一些手段，可是那又如何呢？地和矿都在我手上，霍时律还是会选择与我合作，到时候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笑什么？你看看那块地，在不在你手上？地不在你手上，他为什么要选择与你合作啊？无论是你看到的矿，还是我跟霍总的合作，全都是我造的谣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我明明已经调查过霍时律，我也明明看到你们两个人争吵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？那只是我跟青薇演的戏，毕竟演几分钟戏，我就能拿到价值几十亿的土地，又不用任何资金投入，这笔生意稳赚不赔，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所以从你假死的那一天，我就入了你的局。哦不，还要早。从我撞破你跟宋离的奸情开始，我就准备让你一无所有。沈清微，你好狠毒啊！为了报复我，你能连你父亲留下的沈氏都毁掉。沈氏承载着我父亲的血和恨，我宁可毁掉它，也要让你不得善终。陆哲清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，喜欢吗？沈清微，你把钱还给我！堂堂陆总，云城首富，这都输不起。哼！去，是。好，你疯了！他都已经把你解雇了，你还这么护着他干嘛？昨天的一切都是演给你看的，你应该庆幸夫人人死，否则你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玉植，我让你找的人呢？夫人，他们都在门外。贱人，你还想干嘛？当然是为你骗的人伸张正义。苏总、张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姓陆的，新闻已经爆出沈氏破产的消息了。你借我们的钱填自己的坑，今天要么还我们的钱，要么我们要你的命。不要！救我吧！师兄，这是我借的100亿，加上利息赔付等，总共200亿，多出的就当是我对周家的谢礼。麻烦告诉周老爷子，我不欠周家的了。师妹还真是无情啊，用完就丢。师妹，大仇得报，报一个。哎，
青薇，你打算怎么处理陆哲？石绿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认为陆哲清即便有再多的罪，还是交法律来审判。霍总还真是温室里待久了。假如是霍总来面对杀父仇人，你还能这么公平公正？青薇，陆哲清害死沈叔叔，我们可以提交证据，将他绳之以法，剩下的交给法律去惩罚。到此收手吧，别让自己的手染了血。石绿哥，你很干净，可我不一样。陆哲清早就把我的人生搅成了一滩烂泥，我唯一能做的仅会做，就是把他和我一起拖进这污水里。陆哲清不死，我绝不会收手。好，我只能尊重你的想法，希望你愿望达成。玉池，确实该给，可是我昨晚已经给了呀，还弄得我腰酸背痛。那你应该给我什么谢礼啊？昨晚我对夫人真的有做什么吗？玉池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夫人，没什么。你是有什么事吗？刚刚专家给我发消息说你妹妹今天的身体指标已经达到了手术要求，这2天就可以开始手术。真的吗？玉池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照你这样削，这果皮不得比果肉还多半斤？我从小就是这么带你的，用得着你教我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一整天就知道带一身伤回来，都是我在家里料理吃喝，到底是谁带谁？那我这一身伤是为了谁？好好吃你！玉芝，你能不能轻点？我还是个病人呢。就你这个臭脾气，别说给我领嫂子进门了，哪个女的会喜欢你？哼！喂，我不会戳到你痛处了吧？哥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。小林，其实我有喜欢的人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哥，你喜欢的是沈清薇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从见你们第一眼我就知道了。你看他的眼神一点都不单纯。哥，我以为你喜欢年下萌妹，没想到你喜欢年上御姐啊！你话真多。说起来，沈清薇也只有她这种疯女人才压得住你。不过以她的身份，想娶她的人都排到了巴黎，她凭什么选你？我不敢奢望她喜欢我。既然喜欢，那就像个男人一样主动出击，别磨磨唧唧的，要不然被别人抢走怎么办？云城我已经问遍了，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贷给我，公司的资金链彻底断了，哪怕把所有的项目都卖了，也是杯水车薪。你可真的是个废物，这点事情都干不好。对，我是废物。既然陆总这么厉害，怎么还能栽到沈清薇手上呢？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！连你也敢讽刺我？怎么着？找到下家了？还没有。不过这些年你做的这些脏事儿，我知道一清二楚。你说我要拿这些证据投靠沈清薇，他肯定会收留我。
你就在这等死吧。其实，事情可能还有转机。什么？你都说了你有我的罪证了，我又怎么可能放你活着离开呢？想临时跳船，哪有这种好事儿？好死！或许吧，不过你都看不到，正好见你尸体有了，替我打个掩护。如果我真的翻盘了，我再替你好好操办葬礼。单轻微，你要逼我死，那我也绝对不让你好过。我们就看看，到底谁先死。喂，石绿哥，我以为你不会找我了呢。刚得到消息，昨晚上沈氏集团大火，总裁办发现一具尸体，可能是陆哲清的。什么？陆哲清死了？初步判定是自杀。自杀？真是便宜他了。请问，罪魁祸首已经身死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离开云城？去国外定居，我保证你荣华富贵，平安顺遂。你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石绿哥，我这还有点事，一会儿跟你说。怎么又想死？现在取消手术还来得及。你属哪吒的，长着一张嘴不能好好说话，真不知道玉芝怎么会喜欢你这瓜。哼！你知道玉芝喜欢你，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些。既然你知道我哥喜欢你，那你对他有什么想法？你问我，我就要回答你吗？我的手术有失败率，如果你也喜欢玉植，那就算我死在手术台上，他也还有一个活着的希望。但是如果你耍他，他可能连活着的希望都没有了。所以你喜欢他吗？所以你喜欢我哥吗？说起这个，玉植之前确实跟我表白过，说喜欢我。我哥这么忙，然后呢？你答应了吗？想知道结果？等你手术完再告诉你喽。你真奸诈！我可是一个要进手术室的病人哎，要是万一我没活下来，那我岂不是要带着遗憾入葬了？人只要有一点点的活着的执念，就会拼了命的活下去。你就当是为了想知道结果，努力的活下去吧。到时候会亲口告诉你。从小到大，玉芝只被我一个人欺负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勉强答应你，可以偶尔欺负他。我要是真想欺负他，也不用你允许。好不容易对你有点好感，现在又讨厌你了，哼！随你了。小黎，小黎，小黎，手术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？我就出来透透气，顺便跟青薇姐说两句话，不行吗？青薇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变这么熟了？沈总，差不多该进手术室了。不要你，我要青薇姐扶我。夫人。青薇姐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哥这么喜欢一个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真想叫你一声嫂子。一切的前提是你先活下来。
月芝，你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不累啊？手术会成功的，过来休息会儿吧。夫人，小黎进手术室前都跟你说了什么呀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，可不能告诉你。你放心吧，专家评估过很多次，说他手术成功率很高，会安全出来的。谢谢夫人的安慰。玉芝，玉芝，都说人在无助的时候需要一个肩膀依靠，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借给你。怎么？是觉得靠在一个女人肩膀上觉得丢脸？浇灌了往昔的疲倦，爱蔓延，惊醒你的出现，用你多一点，还是一点。夫人，未知识别，还好有你。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许愿。沈总，沈总，出事了！沈总，出事了！小丽人呢？玉芝，你冷静一点，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刚给患者做完手术，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就闯进来，朝我们开枪，然后就把患者带走了。中年男人？他这是怎么了？病人刚做完移植手术，身体发生了排异反应。他现在还不能死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让他活着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去做的。把车开去东郊烂尾楼，是的。东郊烂尾楼，这2个人了。我现在就去调监控，谁敢绑架我妹妹，我要了他的命！玉芝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是陆哲清，他没死。东郊烂尾楼，你和玉芝2个人了。陆哲清，夫人，你留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去救小黎。玉芝，陆哲清要的人是我，如果我不去，你跟玉离都会有危险。这一次，我必须去。可夫人，难道你想看到小黎死吗？这是我跟陆哲清的恩怨，这笔债由我开始，就应该由我结束。喂，秦助理，立刻安排人去东郊烂尾楼待命，无论我生死，都不能放过陆哲清。是，大小姐。夫人，你和小黎，我一定都会安全带出来。玉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下达命令，祝我们好运。沈清温，好久不见。玉离，陆哲清，你放了我妹妹！我真是小瞧你了，假死脱身，我还被你骗了过去。被你玩弄了这么久，也该到我当一回禽兽了吧？陆哲清，这是你跟我之间的恩怨，与他们无关。你放了玉离，放了他，可以。
但是你过来交换，怎么样？敢吗？我来替夫人跟你一换一。沈清卫，你的狗真的好忠心呐，居然肯替你去死。不过我请问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沈清卫，既然你不愿意过来，就只能他死了。不要！夫人，你过去，他一定会杀了你。难道你想看到玉离死吗？陆哲清，希望你能遵守承诺。当然了，来。来呀！放了他。来。玉芝。带他走。陆哲清，你无耻！我无耻？你难道第一天认识我吗？你对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对你才好呢？陆哲清，只要你肯放了夫人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小子，你弄断过我一只手，想救沈清微的话，那我弄断他一条腿，怎么样？嗯？他死不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，随便你怎么处置。但是陆哲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哼，乖狗狗，自己打断自己一条腿。乖啊！玉芝，玉芝。陆哲清，你现在可以放了夫人吗？不行，我觉得你太危险，我要打断你第二条腿才行。玉芝，陆哲清，你无耻！对，我无耻，我就喜欢看你这样手足无措的样子呀。我刚才已经废了他2条腿了，我现在想杀了他。贱人！游戏结束了。玉芝，你还记得吧？我说过，我最讨厌别人拿枪指着我。游戏结束了。玉芝，还记得我告诉过，我最讨厌别人用枪指着我。你要先把手臂这样绕过来，然后再把它压下去。拽？不对，别人拿枪的时候，你要把手往后拽一下。夫人，我当然记得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还记得你告诉过我什么吗？因为你会替我补上最后一枪。我会替夫人补上最后一枪。
可以了。你说过，不想让我脏了手，我也不想让你为这种人脏了自己的手。玉芝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是啊，夫人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离婚是为了我爸爸，离婚是为了我自己，离婚是为了你所有伤害过的人。沈清文，有本事给我个痛快！怎么可能会让你死的那么容易？我要你余生时时刻刻都活在监狱里。大小姐，人找好了，都很可靠。大小姐，1000万已经打你们账户上，带他去警局，全程直播讲解，让所有人看看你丑恶的嘴脸。杀了我！你想让我变成跟你一样的杀人犯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如愿。戴总，大小姐，霍总来了。你要见他吗？让他进来吧。霍总，石绿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警局那边调查的结果出来了，办公室的焦尸不是陆哲清。请问，需不需要我帮你调查陆哲清的下落？不必了，我想他已经置身炼狱了。请问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是吗？没错，我本来就不是良善之人，以牙还牙才是我的本性。看来，我们只适合做朋友。我想也是。喏，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医生找我有事儿，你们俩加油加油！伤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还有几天就能回到岗位了。不用，我在你的工资卡里打了5000万，作为你这段时间的回报。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夫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大仇得报，找你的初衷已经达成，以后你不用做我的保镖，我们的雇佣关系你说你喜欢我，然后强吻了我。一个喝醉的人偶尔做一些出格的事，也很正常。夫人，
玉池，我要走了。明明爱很清晰，你要去哪儿？却又接受分离。没想好，我只剩去南美还是去欧洲？不知道。可能很快就回来，也很可能永远不回来了。谁知道呢？不存在的存在心底，虽然很努力练习着忘记，玉池，我的心却还没答应可以今天放弃了你，可能是我们见到的最后一天了。真的对不起，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？答应了你不再爱那赌注是什么？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件事。现在我要对你提出要求了，玉池，希望你从今往后过得幸福，请你务必走。说好要忘记，偏偏又想起，原来我的心还没有答应放弃了你，真的对不起，虽然曾经答应了你。我怎么记得我们已经结束雇佣关系了？小丽想出国留学，我不放心，准备去考察一下学校，刚好和夫人顺路一起走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可提前说明，这一次是你主动招惹的我可不会付工资。我不需要，而且作为夫人前保镖，我做的并不称职。哪里不称职？作为保镖，应当对雇主全心全意，不该有任何欺瞒的行为。但我却欺骗了夫人一次。哪一次？没有一个醉酒的人在说话之前需要犹豫思考的。夫人，其实我的酒量一直都不差。